口同寶格麗係咪有啲相似啊？好當我幾百蚊住一晚寶格麗得唔得？朋友呢以為我住咗文華東方，佢仲配埋免費嘅洗衫，可以實現喺房間浸腳啦。退房全部帶走。蒸鰾雞湯啊，謝謝。酒店仲有一個奢侈品嘅專櫃啊，每日現做嘅粵式點心。宵夜呢，仲有呢個蝦餃添，港式早餐嘅天花板。對於睡眠有困難嘅朋友有福啦！廣交會期間一定要帶我啲鬼佬朋友嚟見識下呢間酒店，等佢哋體驗下中國自主品牌嘅魅力。我住過最養生嘅酒店，今日第一視角帶大家去打卡薩和酒店 ，Let's go！订了個房間的。这个是红茶跟擦手毛巾，好，謝謝。你好，先生，您面前有3款香氛可以選擇，您看您喜歡哪一款，稍後我們幫家給您送到房間。好的，謝謝。比較清新嘅味道。OK， 薩和呢個名呢本身就寓意住呼吸嘅意思。酒店嘅公區呢，每一處都可以做到動靜結合，處處都可以感受到流動嘅生命力。右手邊呢有一個獨立嘅放行李嘅一個台面啦，左手邊有一個非常之大嘅全身鏡啊！成個房間嘅地板呢，俾人一種好簡潔、好舒服嘅感覺。入住嘅係佢哋嘅豪華江景房啊！成個大床呢，目測至少有2米闊㗎嚇，用嘅都係雅朵自己嘅品牌，質感亦都相當之舒服。呢個係可以帶翻去浸腳嘅，打開呢個袋，加上熱水同埋個浸腳包，就可以實現喺房間浸腳啦。仲配咗一個面油巾，出差嘅朋友直接可以攞嚟洗面。Labo 全套嘅洗漱套裝至少有1.75米啊！如果要我標呢，我一定係標唔起。冰箱酒水咧都係全免費嘅。呢個泰國進口嘅椰子水咧，飲完管家話咧仲可以免費續杯啊！備咗呢個萊芬嘅吹風機啦，同埋一系列嘅洗漱用品嚇，仲有一個可以移動嘅梳妝鏡啦，包括剃鬚刀、浴帽啦，同埋呢個好有質感嘅攞口盅。一張工作台隔住2張凳，非常適合大家唔係好熟，但係又要一齊加班嘅朋友。不限次數嘅免費洗衣啊，只需要填一填呢個洗衣服務單啦，就會有專人同你收，同埋第2日咧直接送翻你房間噶啦。外賣咧直接送到房間，非常之方便。拜拜。床頭旁邊呢個一鍵開關按鈕咧非常之有意思嘅。對於我呢啲對光源比較敏感嘅人咧，瞓覺前一定要關電視、關燈同埋關窗簾。咁呢個一鍵深水按鈕撳咗之後咧，佢可以100%隔住所有嘅外線光。大家睇下效果啊！伸手不見五指。酒店嘅下午茶咧，下晝1點鐘就供應㗎啦。單係呢啲配置咧，都同5星級奢華酒店嘅行政走廊相匹配。每一個菜品都有佢獨特嘅養生嘅功效，但係對於我嚟講，邊樣好食就食邊樣。呢個藤椒雞翅相當之好食，我又想食第2個，但係又怕熱氣喎。每一個果汁咧都會講解佢個時令嘅功效嘅喎。包括酒店健身房咧都有配備呢個自助水果同埋水供應嘅，同埋配備呢個黑咖啡，仲有呢件質感好舒服嘅浴袍，着上睇下先。成個材質都好舒服，今晚直接就去食宵夜 ，Go！ 宵夜有呢個麵檔啦，同埋食材都係自己揀嘅，呢個港式嘅點心啦，好食同埋好瞓係呢間酒店嘅2大特色。餐廳呢度咧仲有一個超大嘅對外露台，你話呢間係一間可以睇到小蠻腰嘅酒店咧，我都唔反對嘅。早餐嘅品種咧相當之豐富，仲有鳳爪、蝦餃呢啲港式點心。呢個西芹炒蝦仁，你睇幾多蝦？仲有呢種養生湯，各種養生粥。我要1份班你點，謝謝。一定要試佢哋呢個鮮蝦雲吞麵，嗰啲肉相當之彈牙。一個幾百蚊嘅酒店可以做到咁豐盛，真係難以置信。退房全部帶走，有啲似寶格麗嘅退房儀式，成個人精力充沛。